国旗后的迄个陈英华将军的墓啊。哦，迄个也说啥物陈英华还是啥物名的吼，遐有一个古早的迄个，迄款啊做清朝吼，迄款地心宫个内底有一个将军的墓，伫遐啊迄边遐也有迄款啊做，较早荷兰人的墓啦，所以去尖沙咀迄边遐吼，遐个是迄落个迄款啊做墓叫流水流池吼，看遐骹。好，手我咧，骨头都足重诶，迄就是荷兰人。较早荷兰人哪有捌伊边遐？啊，迄个日本时代就是咱国旗后有搁一个故事，就是日本诶迄款来做来接台湾诶时阵，伊迄个队长，做是亲王啦。啊，亲王诶时候，台北迄边落来，伊哦，伫即个啊做附近伫挂路破病，啊去伫国旗后遐一个厝遐停困，所以阮较早国校诶时阵啊，有一个纪念日，拢会带去演出啦，哦，去行去去国旗后要看迄个说。迄个青龙大花迄间厝啦，去遐拜拜。厝哦，即个无咱想无特别的迄落迄啦，无人无话做无特别老的啊，是安怎啦？啊，搁有啥？哎呀，有大家想要知影，尽量我。要知影。